各位應屆嘅中六同學，終於咧都去到學校裏邊嘅 last day 啦。我希望大家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好好咁去準備你嘅考試，唔好令自己有後悔嘅機會。其實校長除咗講句金句之外咧，都仲有個座右銘嘅，就係盡力而為，問心無愧。好希望同學仔唔好咧浪費咗過去咁一段日子喺度讀書嘅機會盡努力去考好你嘅試。我哋全體嘅師生都會同你加油㗎，俾心機啊！中六嘅同學大家好啊！今日咧係大家咧最後一個上課天。咁我知道咧同學咧嚟緊咧就要面對係參加 DSE 啦。都明白你哋有限，咁記住咧要記得休息，咁同埋咧好咧照顧自己嘅身體。你哋咧係最叻嘅，咁你哋加油啦！另外咧就好想提大家，其實咧雖然咧今日係大家最後一個嘅上課天，但係其實咧打後嘅日子咧，其實老師們咧都喺學校等緊大家。無論大家係翻嚟溫書啦，或者要問老師一啲係讀書嘅問題咧，或者唔係讀書嘅問題咧，我哋都好歡迎大家嘅。記住啦，我哋要加油努力，我哋全部老師係都會支持大家嘅。各位中六嘅同學，大家即將要面對文憑試，喺個過程當中，大家可能會緊張，會感到有壓力，但係大家唔需要緊張，因為文憑試係大家人生之中其中一個必經嘅階段。大家見唔見到我手上面呢本校簿啊？佢同大家一齊度過咗6年嘅歲月，喺明年嘅今日，大家就已經係離開扶輪啦。呢本校簿同大家嘅回憶一樣，都會喺你哋嘅人生當中係寶貴嘅回憶。所以我哋緊記住，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就將每一點一滴嘅回憶埋在心底裏面，將來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中六嘅同學，你將會考試，希望你能夠安然嘅度過，神會賜平安與你。人有悲歡離合，若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此去珍重，祝你一路順風。Hello 6A 嘅同學仔，好開心咧，今年做咗你哋嘅班主任啦，亦都好唔捨得你哋就嚟要考 DSE 啦，就嚟要畢業啦。咁希望你哋 DSE 盡力咁樣去考，努力考出一個好嘅成績，博盡無悔啦。拜拜。好，6B 班嘅同學，咁好開心，初可以喺度咧就陪伴咗你3年做你哋嘅班主任，你就走落，其實都真係好唔捨得。咁都希望你哋離開咗學校之後，能夠活得更精彩，活出一個更精彩嘅人生。I love you。Hello 6B 班的同學，我是你們這半年的班主任。雖然說時間很短，但是呢，我知道考 DSE 可以算是你們人生中比較重要的時刻。希望你們相信自己，沉着冷靜應對，無論結果如何，盡力就好。拜拜。中六嘅同學仔加油啊！過埋幾個月就自由㗎啦，努力！雖然同大家相處嘅時間唔係好多，但係非常之珍惜同大家認識嘅時間。DSE 即係你哋人生嘅起點，希望你哋可以加油啊！好，各位中六級嘅同學，無論係6A、6B、6C 都好啦，我哋幾位中文老師咧都會支持大家㗎，希望大家努力，盡力考好中文科。希望大家加油啊！支持住啊！係。咁咧，呢條路咧，最後1個月，我哋老師咧會一齊陪你哋行翻去嘅。咁咧，記得咧 study leave 咧可以翻嚟揾我哋一齊温書啊！加油！各位中六嘅同學，你哋好。仲記唔記得中1至中3嘅時候，我教大家普通話咧？你哋上到中4仲好懷念咁同我講，話點解冇咗普通話堂啊？眨下眼，你哋已經去到中6，即將就要畢業啦。其實文憑試咧，以機動遊戲做比喻，即係好似灰熊山木咁嘅啫。有時上車，有時啊褪後，起起伏伏。但係個過程咧，以我嚟講啊，我就覺得唔係好容易嘅。所以總會有完結嘅時候，經過呢段階段嘅時候咧，大家咧就會獲得自由㗎啦。放心，喺文憑試嘅過程裏邊，如果有任何嘅困難，記得分享。我相信學校嘅老師咧一定會幫助大家嘅。
記得搏盡無悔，加油！中六級嘅同學，你哋好快就要迎接新嘅挑戰啦！喺今次嘅公開考試入邊，你哋一定要全力以赴，你哋嘅努力一定唔會白費嘅，加油！各位同學唔經唔覺又就嚟畢業啦，最後階段希望各位同學繼續要努力。DSE 加油！各位中六嘅同學 ，DSE 就快到啦，希望同學咧揸緊時間，把握溫習機會，創造更好嘅成績，加油！努力加油，你哋一定得！好多同學希望你加油啦，其實剩翻日子都唔係好多嘅，咁努力埋呢2個月衝刺埋佢，咁完成咗呢個目標就可以輕輕鬆鬆咁過埋你之後嘅日子啦。好啦，加油啦，拜拜！我咧想送一段經文咧俾中六嘅同學，經文咧係咁講嘅喎，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希望咧中六嘅同學咧全力以赴考好 DSE， 祝福你哋。中六嘅同學仔，你哋好啊 ！DSE 加油啊！相信你哋一定得㗎。中六嘅同學你哋好啊！我係副管主啊，願你哋每天進步多一些，積少成多 ，DSE 一定得。最後一段路，加油啊！ 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Never give up. Have faith in yourself. So everybody, get ready for your DSE and keep fighting. Yeah, thank you. 努力加油，搏盡無悔。Hello， 各位中六同學，大家好啊！就嚟畢業啦，又就嚟 DSE 啦，咁所以大家咧都應該係準備緊自己考試噶咯喎。咁所以我就引用翻我一句我最中意作家魯迅講嘅嘢咧，勉勵大家。魯迅曾經講過，天才只不過係將飲咖啡嘅時間擺咗落去學習度，所以大家都同樣一樣啦，都可以一定可以透過努力去成為天才嘅分子。所以大家加油啦！中六嘅同學，我管主話嘅，未到最後一刻，千祈唔好放棄。我話嘅。各位中六嘅同學，仲有咧一句都唔夠就 DSE 啦，大家記住加油啦！記住啊，真係要令到自己 DSE 咧係無悔嘅。各位中六嘅同學，加油，努力，奮鬥，堅持，俾心機，過400五星星。DSE 就到啦，各位同學加油啊！你哋一定得嘅，加油！中六嘅同學大家好，雖然咧我只係教你哋其中8個，就係 Katie、Kitty、Mandy、Athena、Lizzo、Benson、Joey 同埋 Destiny， 你哋8個啦。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喺學校咧都會見到其他中六嘅同學仔嘅喎，所以咧喺呢度好希望咧你哋把握嚟緊 study leave 嘅時間，俾啲心機温書。仲有啊，記住上到考場嘅時候，只要你唔伏低嘅話，人哋伏低咗，咁你就已經贏咗㗎啦。記住不停咁樣作答，你到最尾一定會得到你想要嘅結果嘅，加油！